古今中外千萬年，基於人類生存嘅意念，發展出一種人類獨有嘅學問——醫學新世代。Hello， 大家好，我係 Erica， 歡迎收聽醫學新世代。大家有冇試過喺夜闌人靜嘅時候，耳邊突然之間傳嚟吱吱聲？又或者當你好忙做下嘢嘅時候，突然之間側邊嘅聲音會冇晒，就好似開咗靜音模式咁，跟住就會有啲 微聲出現。有啲人就話似蟬叫，咁但係有啲人就話似風聲，甚至有人覺得似電流聲多啲。每個人嘅感受都唔一樣，咁不過我相信絕大部分人都經歷過耳鳴。西醫一般會認為耳鳴係一種症狀，可能係同聽覺系統、神經系統、血管循環，甚至乎係同情緒壓力都有關。而中醫就會認為耳鳴係反映咗內在臟腑失衡。中醫有句說話，耳為腎之竅，耳鳴可能係同腎虛、肝火旺、氣血不足都有關。今集嘅醫學新世代就請嚟中醫師盧衛光同大家講下耳鳴背後嘅身體信號，同埋中醫點樣透過調理體質改善氣血循環，幫助舒緩耳鳴。歡迎盧醫師。多謝大家。盧醫師啊，好多人一聽到耳鳴就會聯想到腎虛，咁但係其實中醫嘅睇法比想象之中複雜得多。咁除咗頭先我提到同腎同埋肝有關之外，其實仲有冇其他嘅臟腑都可能會牽涉其中噶？中醫認為咧，耳為腎之竅，即係耳仔同個腎係通嘅。竅即係竅門，我攞嗰道門，即係話同腎功能、腎嘅工作能力咧，直接掛鈎啦。同樣咧，肝膽係跟住我哋個耳仔走嘅，要經絡啊。咁所以咧，肝膽有關係啦。而脾胃咧，又係跟住耳仔走嘅，又有關係啦。所以中醫講法咧，即係唔係講一樣嘢嘅，係成家人講晒嘅，就係話肝、膽、腎、脾呢幾個臟腑咧，係一連串都出咗功能，相關合唔合作到，即係功能失調啊嘛，咁就出咗病啦。咁其中一個病就叫耳鳴啦。嗱，盧醫師啊，咁你頭先即係提到啦，即係耳鳴係涉及多個臟腑失衡。咁我知道中醫喺診斷嘅時候係會根據病人嘅體質同埋病機去分成唔同嘅類型。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耳鳴一般會分成邊幾種情況呢？每一類喺臨床上會有啲乜嘢特徵㗎？咁耳鳴嚟講咧，喺中醫理解嚟講咧，有分虛同實嘅喎。虛即係話咧，多數係個腎陰。即係腎個有精噶嘛，腎精噶嘛，即係腎陰、腎精嘅虧虛，即係唔夠實力啦。可能係腎陰虧虛啦，可能係腎陽虧虛啦。加上咧，我哋個脾胃虛弱，引致到咧個耳仔失去咗滋養，即係等於咩咧？好似我哋個地好似長期都冇水滋潤一樣，出問題啦。呢個虛嘅。咁實又係點樣嘅咧？實咧就唔係咯，即係過多啦，因為咧肝火上升啦，痰火上升啦，困擾我哋啦，阻塞咗個耳竅，咁咧即係話即係道門俾人擋塞咗咯，即係好似等於咩咧？俾人擋住道門，擋住唔出得嚟，咁呢個就係實症啦。所以你感覺知嘅啦，譬如當你感覺到，咦，好似耳仔好似蒙蒙咁樣嘅。咁呢個就係實症啦，唔係喎，我聽到靜落嚟就聽到啲回音嘅喎，聽到啲譬如禪聲咁樣，呢個就係虛症啦。嗱，咁比較常見啲嘅症型會有邊幾種咧？即係頭先你提到，即係有啲人可能會聽到覺得即係好似回音聲嘅，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好似禪鳴咁樣。咁其實呢啲聲音特徵會唔會都同症型有關㗎？耳鳴咧都有成好多種㗎。第一種肝火上升嗰種，即係實症啦。已經講咗啦，啲火哇咁升上嚟，點咧？有咩特色咧？個耳仔好似咩咧？耳鳴得嚟似咩咧？好似雷動啊，好似嘣嘣聲嗰啲啊，譬如
夜晚落雨，bling bling，或者潮水 bling bling 咁啊，即係滾滾聲咁啊，有啲咁誇張喎，係啊，大聲嘅咯，而且突然發作喎，唔會慢慢嚟喎，一次就嚟嘅咯喎，聲音比較大啲嘅，仲有啲咧個頭痛嘅、面紅嘅、口苦嘅，跟住咽乾即係喉嚨乾嘅、心煩氣躁嘅，係口煩啊嗰啲咁嘅。夜晚瞓唔到嘅，夜眠不安，小便咧黃嘅，條脷咧嗱，佢就要睇條脷啦，條脷苔黃嘅，如果識把脈咧，感脈搏咧，嘣嘣聲嘅，有力嘅，嗱呢種咧就係肝火上升啦，係實症嚟嘅。嗱，留意下喎，如果呢種嘅耳鳴咧，即係揾醫生啦，唔好淨係求其咁樣搞掂。咁咧，如果第二種啦，就係痰火鬱結型，都屬於實症嚟嘅。有咩唔同啊？耳鳴如禪啊，時高時低喎，一時大聲一時細聲。有時好似咩咧？有啲閉塞，即係條腿塞咗，唔聽到嘢，塞咗一陣間。仲有啲個胸悶痰多。即係唔知有好多痰積住，咳嗽、頭暈、眼花，條脷咧嗱有啲唔同啦，紅得嚟咧有啲黃脷嗱，黃脷啊，即係脷即係多咗好似肥脷咁樣，油膩感覺嘅，有油膩感覺嘅，即係口濕嗰即係脷啊嘛啊，咁呢種嘅情況叫咩咧？實型係痰火引致。第三種啦，腎精虧虛，嗱屬於虛質虛症，即係虛即係唔夠啦，即係虛。嗱呢啲實症全部都有實症。虛代表咩咧？即係表現出嚟都慢啲，耳鳴啦、如禪啦，一樣有禪聲，嘖聲，音量咧係細嘅。有啲人咧聽到細聲，都有嘢講緊細聲咁，但係聽都細聲，唔係呢個唔係喎，係需要大細聲啊，唔同啊。越夜咧越犀利嘅，越夜咧覺得個禪聲越嚟越重，慢慢佢頭暈眼脹，隻腳咧膝蓋咧開始軟軟地，記憶力咧又差差地。好似頭先有啲嘢講咗聽，哎呀，依唔記得咗，失眠多夢，夢就快好多啦，但係瞓得唔好，失眠啊嘛。咁佢條脷又唔同喎，呢期就冇紅脷嘅喎，條脷只係咩咧？有少少紅紅地嘅。如果識摸脈咧，摸外之力係細索，即係細細地，要即係唔係好大力嘅。頭先個嘣嘣聲摸到，咁即係代表咩咧？係虛症。係腎虛，咁呢個留意咯，多數係呢種嘅，我睇到都係呢種，即係都係太太們，即係嗰啲身體差咁啊虛型多，都係腎鳴咯，即係有耳鳴感覺，好似細聲喺度吱吱吱咁樣啊。第四種就係腎陽虛啦，都係虛症，耳鳴咧細小，持續。不止不斷喐不斷聲，但係有特徵喎，啲人係點啊？怕凍，四肢怕凍怕冷，甚至乎瞓上床都咧，隻腳好耐都唔暖嘅，膝蓋喺腰間咧，又痛得又凍得嚟有痛感添，有少冤痛，都係凍嘅喎，小便咧清長，夜尿多。條脷唔同啦，留意下條脷啦，呢條脷係白嘅，苔白。如果識摸脈嘅咧，摸落去，哇，好大力都摸唔到脈，好細而無力。代表乜嘢啊？代表咗佢有虛咯，個腎陽虛，即係佢個腎嘅能量唔夠，即係個火爐都冇火，咪出現咗呢一系列嘅病徵咯。
嗱，咁盧醫師啱啱同我哋講解咗4個耳鳴常見嘅症型，唔同嘅聲音代表唔同嘅成因，同時亦都有各自嘅症狀。咁面對唔同嘅症型，中醫又會有啲乜嘢獨特嘅處理方法？轉頭翻嚟，盧醫師會再同大家分享。古今中外千萬年，基於人類生存嘅意念，發展出一種人類獨有嘅學問——醫學新世代。嚟到第2節嘅醫學新世代，繼續有 Erica 同埋今日嘅嘉賓盧衛光中醫師，同大家一齊從中醫角度探討耳鳴。喺上一節，盧醫師同我哋講咗幾個常見嘅耳鳴症型，包括肝火上升、痰火鬱結、腎精虧虛同埋腎陽虛。咁頭先盧醫師都有提到，腎功能其實係同肝膽同埋脾胃都有密切嘅關係。咁所以當脾胃出現咗問題，都可能會引起耳鳴。盧醫師啊，咁呢一類同脾胃功能有關嘅耳鳴，通常又會有啲乜嘢特點㗎？但係呢種咩情況咩？一般叫脾胃虛弱。多數有虛症，耳鳴咧又冇成日嚟喎，久唔久發作。如果疲勞嘅人咧，覺得好攰時候咧特別多，唔疲勞時候咧就冇咗。所以呢啲人咧，如果有咗呢個耳鳴咧，唞下就停咗咯喎，當做翻嘢時候咧又嚟翻啦。但係個人覺得疲倦嘅，好易攰嘅。嗱，呢個面色就好易睇啦，睇面色青白或者面色萎黃。即係唔係好面色啦，啲血液唔會好啦，四目不振，都唔想食嘢，好易飽。個腹脹便溏，因為個肚咧好成日都脹谷谷咁樣谷住，咁樣大便就硬係溏，即係水咁樣，硬係都冇乜成形嘅。嗰條脷咧白雪雪嘅喎，唔係頭先講又紅又黃冇啲嘢喎，一摸一脈虛弱。無力。嗱，呢5種嘅耳鳴咧，都有5種唔同嘅處理方法，但係咧代表咗咧你係做邊種好重要。如果揾唔到佢係邊種嘅話咧，基本就唔知點處理。所以首先自己認識咗先，你係邊種啊？如果係屬於肝火上升嘅，咁啊易啦，即係熱氣啫。咁啊，當然醫生就可以開方啦，但係如果自己就要麻煩搞下咯。有啲要時間咯，但係如果唔係嚴重喎，少少啫喎，咁咧就可以食療處理啦。一陣間教大家點用食療處理啦。好啊，盧醫師，嗱，聽眾最中意聽食療噶啦。咁不過喺我哋講食療之前，我都有個問題想先請教你。嗱，盧醫師啊，咁頭先你同我哋提咗幾個耳鳴嘅主要症型，每一種都會有唔同嘅病機同埋調理方向。咁中醫係講求治未病噶嘛，咁即係話未病之前最好就先做一啲預防嘅工作。嗱，咁如果從預防角度嚟睇，中醫會唔會有一啲建議，即係例如喺日常生活習慣上，又或者係即係有冇一啲保養方法可以減低出現耳鳴嘅機會㗎？有嗱，提供啲意見俾大家啦。第一樣係咩？都係嗰句説話落喺上頭，要情緒啦，調暢情節啦，即係話人咧冇咁易嬲，避免過度嘅憤怒焦慮，保持心情嘅舒暢，防止嗰個肝火上升。你第一個咪咯，我講聽過第一個肝火上擾啊嘛，即係實證嚟咯。咁就即係呢啲人咧情緒比較激漲啲咯，可能憂慮啦，可能好嬲啦，又可能咧好多憂鬱啦。呢啲情況即係影響到情志，影響到身體出現嘅問題。第二咧就係生活規律啦。嗱，有啲而家啲人做事唔係一定規律噶嘛，有啲夜好夜都唔瞓，有啲咧又夜瞓3點鐘瞓到聽朝12點鐘咯，顛倒日嚟，即係避免咧第一就捱夜啦，冇有啲工作話自己揾食啊嘛，係專係夜晚先做嘢，咁咪長期捱夜咯，咪有問題啦。所以避免咧捱夜啦，保證咩咧係足夠睡眠。有啲人拗撬就話咩冇足夠睡眠啫？我夜晚4點鐘瞓覺，但係瞓得出，但係聽日嘅1點鐘咪夠咗，咁就錯啦，唔係咁計噶嘛。你咁係顛倒時間，唔係數夠鐘頭咁你足夠睡眠㗎，唔係咁計嘅，係睇你嘅身體嘅作息個調節如何。因為中醫理解就咁嘅，
捱夜最容易傷到個腎，傷到個肝，所以好多情況就係長期捱夜引致到有耳鳴咯。飲食啦，要注意喎，唔好食啲太過肥膩嘅嘢，而家好興噶啦，咩火鍋啊，又辣啦，肥甘口味、辛辣燒烤呢啲嘢太多係唔得噶。有啲煙酒食粥，哇，一支搏一支，咁咪要痰火咯。咁咪要咩啊？頭先講嗰招啦，痰火不結啦，咁啊出現咗耳鳴啦。避免咧，嗱當然喺啲工作環境啦，避免咧噪音太多，長期喺個噪音環境之下工作嘅時候，就影響傷咗耳仔耳鳴啦。我醫咗個病人就係咁啊，不過都好難醫，點解咧？因為做間工廠咧，佢長期老闆都俾咗2粒俾塞住個耳仔噶啦，但係啲機器都好犀利。咁佢已經10幾20年喺度工作，所以耳仔咧佢又冇啲聾喎，但係咧硬係聽嘢有耳鳴。佢耳鳴就咩咧？就係呢種啊，腎陰虧虛啊，硬係吱吱聲，頭昏眼脹啊，即係記憶力差、失眠多變，哇，樣都齊晒。嘅咩？屬於虛症。嗱呢啲咧就係因為勞損出嚟啦。咁所以中醫以為勞損過度就出現咗我哋所謂耳鳴情況出現，腎陰虛啊嘛，傷咗個腎陰。當然仲有一樣嘢咧，就有冇亂食藥啦？如果係亂食藥嘅，譬如西藥啊，或者啲西醫，當然醫生指定就或者啦。如果唔係話咧，如果食抗生素利尿藥啊，咁咧就傷咗個腎。咁咧都係一種考慮嘅情況。如果預防就要起碼做足呢啲嘢，減低個可能性。嗱咁即係盧醫師啱啱提到啦，即係有啲工種係需要長時間咁樣戴住個耳塞工作，咁我哋即係除咗要小心噪音之外，其實亦都要小心唔好受到感染，因為大部分呢，即係整嗰啲耳塞嗰啲物料呢，其實都係唔透氣噶，咁所以如果你即係長時間咁樣塞住焗住隻耳仔，係好容易會令到隻耳仔發炎。耳鳴就係耳道發炎嘅其中之一個症狀，咁所以每隔一陣就要拎翻出嚟俾隻耳仔唞下氣，呢一點都係非常之重要。嗱，盧醫師啊，咁頭先你教咗我哋即係幾個預防耳鳴嘅方法，喺治療嘅方面，即係雖然你頭先即係提到某啲症型係比較嚴重，最好都係揾醫生處理，咁但係你可唔可以都好簡單咁樣同我哋分享一下中醫喺處理呢啲症型嘅時候，通常係會採用啲乜嘢方法㗎？咁咧喺呢方面嚟講咧，我哋第一個講明係肝火上升啊嘛，梗係要清火啦，啲咩清肝火、瀉肝火。咁當然大家唔識啦，我哋中醫要用龍膽瀉肝湯，但係呢個唔許自己開啦，呢個睇醫生啦。嗱呢啲已經病徵出嚟啦，就一定係要開藥方。頭先講咗啦，你嘈到不得了，頭痛、面紅、口苦口乾，咁你唔開藥都唔得啦。如果你痰火咧不結嘅咧，痰不結時候你已經覺得哇，胸口痰多咳嗽，呢啲要開藥噶啦，就咁食用湯水唔夠力噶啦，就要清火化痰、理氣開竅。一般嚟講咧，用溫膽湯啦。如果係腎陰虧虛嘅咧，腎陰衰氣點啊？當然就頭暈眼花啦，腰酸背痛啦，記憶力衰退啦。呢情況之下咧，我哋要點啊？要滋補腎陽啦。咁點啊？要用呢個一般六味地黃湯，大家聽過啦，六味地黃湯嗰類形式去處理啦。如果腎陽虛損咧，即係唔夠腎陽點咧？當然要溫補，要用溫補去腎陽啦。咁一般就用金匱腎氣丸啦。嗱，呢當然呢啲都係大家參考下，唔好走亂嚟啊！醫生就當我聽下我參考啫。跟住最後咧，如果脾胃虛弱咧，好攰喎，面色萎黃喎，食慾不振喎，肚谷谷喎，大便啊即係溏喎，即係水一樣喎，唔成形喎。嗱，呢啲點啊？要健脾益氣啦。一般嚟講咧，我哋叫補中益氣湯啦。
當然啦，呢啲醫生幫你處理啦，睇個病情如何啦。經過中醫嘅望聞問切咧，咁先揾到真正嘅方劑，等冇病情越差啦。嗱，咁除咗用到中藥治療之外，仲會有啲乜嘢外在嘅方法都可以幫助到養腎健脾、改善耳鳴？轉頭翻嚟繼續請教盧醫師。古今中外千萬年，基於人類生存嘅意念，發展出一種人類獨有嘅學問——醫學新世代。Hello， 大家好，我係 Erica， 嚟到第3節嘅醫學新世代，繼續有盧衛光中醫師同我哋從中醫角度探討耳鳴。上一節盧醫師同我哋講咗，中醫係會根據唔同嘅症型去辨證論治，虛實唔同，治療嘅方法亦都會有所差異。咁其實除咗可以內服中藥之外，中醫亦都會有好多其他嘅治療方法。盧醫師啊，咁麻煩你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咁樣介紹一下？咁除咗中藥之外咧，仲有咩嘅？有針灸嘅。咁當然在乎個病人需唔需要啦，喺適當嘅地方落針咯。喺嚴重嘅時候咧，都要減輕，但係至於嚟講咧，係疏通經絡啫。咁要脾胃即係五臟好咧，都要食藥噶啦。咁咧仲有方法咧，如果唔係嚴重咧，要教大家一個好簡單嘅按摩方法。唔知大家聽過未咧？叫鳴天鼓，穴位嚟嘅，盧醫師。鳴天鼓咧，即係鳴咧，即係點講？鳴口字邊做個鳥個鳴咧，天鼓啊！咁點個名好得聽啊？好怪啊！又好簡單啫。嗱，雙手將掌心揞住隻耳仔，嗱手擺喺耳仔度啦。兩邊喎，咁做晒。好啦，跟住手指咧就放喺個腦後邊嗰度啊，用個食指啊夾住個中指，食指夾中指喺上面夾住佢。咪大力啲咯，跟住點咧？喺個耳仔度打落去，一下打落去，唔使打噶，即係細細下敲下得噶啦，即係打鼓，即係打鼓咁樣。敲邊度？盧醫師？敲嘅位置咧，就喺我哋個後邊嗱，風池穴度咯。咁但係大家好難邊即係大概係後腦啦，風池穴位置。如果大家查上網查下先，風池穴附近，唔使太重嘅，即係但係咧。就喺你，如果啲手掌啦擺咗去之後咧，揾到噶啦。咁咧呢個方法咧，就會令到咧嗰個即係中醫認為啦，就減輕嗰個耳鳴嘅方即係出問題啦。咁要敲幾耐啊？即係敲幾多下咁樣㗎？咁咧通常都要時間㗎，做36下一次，每一次要36下。呢個古老方法嚟嘅，即係用食指壓住中指喺度彈下彈落去，即係打打鼓咁樣，嘟嘟嘟打下。唔使大力㗎，唔需要乒乒乓打落去咁誇張啊！即係彈下彈得㗎啦。咁但係咧，就有種感覺就係好似觸動佢驅咗，即係減個壓咯，即係減壓咯。咁呢個就係古老方法，令到個耳嘅經絡咧通翻。咁咧就呢個有一個提供一個方法。咁仲有一個方法嘅，呢個就容易啲啦。大家知唔知道喺個湧泉穴邊度啊？腳板底。冇錯啦，第一次揾到種湧泉先，喺腳板底度花自己做。咁咧，即係如果個腳板底個湧泉穴咩？就有腎嘅起點。係腎嘅起點啊！即係喺個起點度做嘢。咁啊，瞓之前咧，搓熱隻手，搓熱手啊，跟住安落喺度，喺個位置度。咁咧，就會我中醫認為咧，就要補腎安神啦。引火入歸元啊嘛，即係意思等嗰邊暖暖地，咁就得啦。如果話我唔識喎，我解最簡單，浸熱水腳，浸熱水瞓之前咧，攞盆熱水，暖水啊，冇個乒乒乓爛話辣啲隻腳賴我喎，暖水啊，暖地浸腳，浸腳時候咧就捏下嗰個湧泉穴，大概10分鐘度，咁咧。其實幫你睡眠啦，又幫中醫認為叫引火歸元啊，即係嗰度係腎嘅點嚟噶嘛，將個腎嘅嗰度通咗個位置，等個穴位咧，即係等個循環行得好咯。
嗱，咁盧醫師教呢啲方法，即係雖然係簡單啦，咁但係如果可以配合埋體質調理，效果就會更加理想。講到調理就唔可以唔提食療。盧醫師啊，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如果有耳鳴嘅患者喺飲食上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又或者你會唔會有一啲特別推薦嘅食療可以同大家分享？嗱，食療咧，我講到最重新寫分後尾呢個係輔助嘅啫。就千祈唔好以為醫病啊！就要選擇得正確喎，因為頭先講咗啦，唔同嘅人有唔同嘅需要噶嘛。你揾清楚佢究竟你嘅耳鳴係腎陰啊、腎陽啊、脾胃啊，又或係痰火啊，又脾虛咧，要分清楚，咁先有用喎。第一個就係腎虛耳鳴嘅嚇，腎虛耳鳴當然就要。即係所謂精虧啊，即係話唔夠精啦，唔夠腎精啦，即係屬於陽虛。咁點啊？黑芝麻啦，黑芝麻嗱，炒熟佢，研啲粉，跟住溝埋啲糙米煲粥食。哦，糙米啊，係糙米。呢個有咩好處咧？補腎聰明。聰明？聰明意思就唔係話好聰明，即係唔係 clever，係咩？係個耳仔啊，耳目聰明，即係話個耳仔同個耳通咗，咁意思，即係個腎同個耳仔通咗啦。咁咧呢個就其中一個方法。哎呀，我唔中意食黑芝麻啊，咁樣啃米唔中意，仲有選擇嚟，就係枸杞豬腎粥。豬腎即係咩嚟咧？大致即係豬腰啦。中醫係咩？以形補形啊嘛。咁你有啲人唔中意食豬腰啊，豬腰都買㗎，你買翻嚟，跟住加埋枸杞子，加埋白米煲湯咯，煲粥咯，都得，係益腎補身都得。或者我唔中意咁煩咧，煲嚟煲去啊，仲有方法，桃仁啊，即係合桃啊，每日都食一個。大家唔知要買啲生合桃咧？要剝殼嗰啲咧，你唔好買啲剝晒殼翻嚟嗰啲唔好啊。係，我教大家有個簡單遊戲。嗱，你買啲一個嗰啲咧合桃翻嚟啦，唔係好貴啫嘛。每日食一個，食嘅時候點咧？準備個盅，準備一個錘仔。打下落之後咧，你搣出嚟啊，有2片嘅喎，拎咗出嚟食啊，食咗2片。咁但係咧中間2片咧。中間有塊木叫夾心木隔開佢嘅，好似個房間房咁間住嘅。嗰塊木咧，你唔好抌咗佢。嗰啲叫夾心木。我拎出嚟攞個樽啊嘛，等喺樽入邊儲起佢。咁食下咧，就成樽㗎咯喎。咁久唔久咧，就拎啲出嚟沖茶飲，安眠聰明，補腎㗎。咁呢個又係方法，咁又唔使炒芝麻又磨咗碎粉啊，咁呢啲好麻煩啦。咁你咪個肯做咯嚇。有啲人食豬腰啊，話唔健康喎，咁你食桃仁咯，合桃咯。嗱，呢個就係腎虛嘅一個食療嚇。盧醫師啊，咁你啱啱即係介紹呢啲食療係俾屬於腎精虧虛嗰隻耳鳴嘅，咁如果係屬於肝火上升嗰隻耳鳴咧，可以食啲乜嘢？頭先解釋過啦，咩叫肝火咧？即係哇，嘈得緊要喎，好雷聲咁喎，面紅耳赤喎，口乾口苦喎，心煩氣躁喎，夜睡不眠喎，條脷咧點啊？紅得嚟黃嘅喎，咁做咩咧？用菊花茶啦，最 mild 啦。咁點飲菊花茶咧？你嗰個菊花茶係泡製方法點樣？買啲靚啲嘅嗱，菊花嚟講最靚係韓菊，買韓菊啦。點解咧？佢涼啲，夠涼啊嘛，涼韓菊嚇。咁咧跟住加啲咩枸杞子，啲枸杞啦，即係嗰啲枸杞子咧，紅色粒嗰啲啦。咁我嚟咩咧？沖茶飲，清肝明目。咁咧，如果係肝火耳鳴咧，就啱用啦。我哋都煩喎，沖茶有煩喎。最簡單啦，屋企有冇芹菜啊？芹菜係中國人名啦，你用西芹得㗎。
街市有賣啦，買芹菜啊，嗯，即係揸啲芹菜汁飲下，要打汁機咯，呢最啱懶人啦，唔使煲啦。但係芹菜會唔會涼㗎，盧醫師？涼㗎，哦，所以一定係肝火嘅上升嗰隻耳鳴先得咯。嗯，如果唔係嘅，呢個唔啱你㗎，所以你要分析分喎，即係大家希望明白，我教到大家嘅分析咗自己係邊一種先，唔係食佢樣都得個唔得㗎，你係嗰樣就係嗰樣，係腎虛就食個腎虛，呢個就係肝火啊，即係肝火上升嗰隻，有啲唔係喎，係痰火上升嘅喎。係嗱，咁如果係痰火上升嗰隻耳鳴，又可以食啲乜嘢同飲啲乜嘢呢？我哋暫時要先聽一聽廣告，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古今中外千萬年，基於人類生存嘅意念，發展出一種人類獨有嘅學問——醫學新世代。嚟到第4節嘅醫學新世代，繼續有 Erica 同埋盧衛光中醫師同大家一齊分享點樣透過食療去幫助舒緩耳鳴嘅情況。盧醫師啊，咁你頭先介紹咗幾款簡單嘅食療俾我哋，分別係芝麻糙米粥同埋枸杞豬腎粥，都係對腎精虧虛型嘅耳鳴有幫助。嗱，咁另外對緩解肝火上升型嘅耳鳴，就可以煲菊花杞子茶飲，又或者係揸西芹汁飲都可以。盧醫師啊，咁如果要處理痰火鬱結型嘅耳鳴，你又會有啲乜嘢食療建議呢？嗱，如果你痰火咧鬱結嘅咧，痰多點啊？痰多就要用另一方法啦。痰鬱結就你已經覺得，記者有時通有時唔通，個胸好悶，胸悶痰多，又咳嗽，又頭暈，條脷咧紅得嚟又黃嘅，咁咪係咯？呢個就係痰啦。大家知唔知呢個蘿蔔啊？咁蘿蔔汁，白蘿蔔係啊，白蘿蔔，揸汁喺度飲嘛，又得化痰，因為白蘿蔔喺中醫嚟講咧係清熱化痰。哦，咁即係就咁揸白蘿蔔汁飲咁樣啊？咁仲有方法嘅，冇咁勁嘅就係薏米水。薏米知大家知咩嚟啦？係啲薏米煲粥，即係佢薏米粥食下，就冇呢個就冇咁勁嘅。但係咧佢健脾化濕。如果覺得偏於我濕重啲喎，所以佢一定要識咯。濕重啲啊，就用薏米啦。唔係喎，痰多啲喎，白蘿蔔啦。仲有一樣就係脾虛嘅耳鳴，仲記得嘛？咩叫脾虛啊？個人好易攰噶。如果一勤力翻咧做嘢咧，就耳鳴嚟啦。唞下咧，耳鳴少咗喎。咁呢種情況咧，而且個面黃面白嘅喎，又唔想食嘅喎，成日個肚咧谷住喎。嗱呢種啊就係脾虛嘅耳鳴啦。呢啲情況啫就用翻處理脾虛嘅方法。第一個方法好簡單，淮山粥。大家知埋淮山啦，你要買新鮮淮山得㗎，係啊。買淮山翻嚟之後咧，加啲米煮嚟食咯，叫淮山粥咯，健脾益氣。咁就話唔係喎，我唔中意食啲嘢嘅喎。加多樣嘢就係黃芪燉雞。黃芪知咩嚟啦？啲買啲黃芪咧，補氣㗎嘛。但隻雞，如果你識買咧，都平嘅。買隻母雞平好多㗎，因為已經生蛋生晒，生到老晒，冇人都好平。但係咧，老雞好處咧，當然唔食啲肉啦，咪食肉啊。但係佢咧係補咯。咁呢個點解咁做咧？因為一般人咧，因為你頭先講咗啦，面色萎黃、青白、脈弱、條脷白雪雪，咁代表咩啊？虛咯。佢開方咧就補中益氣湯噶啦，但係而家唔係開方，係屬於煲湯，咁咪煲隻黃芪燉雞食下，補中益氣啦。要唔好搞錯啊！如果明明係哇肝火上升嘅，你整個黃芪燉雞嘆下，會慘啦！火上加油啊！跟住鬧盧醫師教我嘅，哇！無端端冤枉咗我，所以我再三鄭重話聲大家聽。嗱，首先要自己多少學少啲嘢，自己學識少少對症入座係邊種咧？如果真係唔好彩有耳鳴嘅話，
係肝火上燒啊，即係上升啊，係痰火鬱結啊，係腎精虧虛啊，係腎陽虧虛啊，係脾胃虛弱咧？揾清楚原因邊度先？揾咗原因啦。如果嚴重嘅，都係嗰句揾醫生。如果唔係太嚴重嘅，都少少地啫，還不妨試下呢個食療方法。係。如果輕嘅，食幾次搞掂。如果你唔好彩係真係都嚴重，我10幾20年嘅啦，咁唔好錯，瞓醫生好啲啦，唔好食靠啲食藥啦。因為咧耳鳴都幾複雜嘅。喺西醫嚟講咧，就牽涉咗咧神經啦。有啲議員睇嗰個就嚟睇我就話，一屬於耳鼻喉專科嘛，都睇過啦。西醫話：你個耳仔入邊有嚿嘢，你神經腫瘤，你好多嘅，即係佢哋認為好多原因㗎嘛。咁又變渣，又生耳石，好多原因嘅。我哋唔咁講話，中醫一定啱晒。但係咧，我哋分開嚟講，如果普通嘅輕嘅耳鳴咧，基本上中醫搞掂晒㗎啦。但係如果冇錯有其中嘅，可能你耳仔入邊生嘢啊，或者質變咗啊，咁當然另一件事啦。所以病向淺中醫，一定有病即刻要揾醫生，或者你自己揾方法去揾啲原因出嚟，唔好等到10年8年先至搞。有啲唔好啦，我10幾年都咁啦，都冇件事。咁咧一直辛苦，二來將個病咧越拖越後，咁咧出嚟嘅效果咧就越嚟越麻煩。係，咁其實即係從中醫嚟睇啦，耳鳴同埋失聰咧，係咪都有關聯㗎？即係有耳鳴，如果你嚴重，即係你唔理佢，係咪最終即係可能會有機會導致到失聰㗎？係啊，嗱，我哋用中醫理解嗱，都係西醫睇法啦。嗱，講中醫對耳鳴啊，即係過嚟睇呢個週期點樣？嗱，一般嚟講咧，我哋一般睇人咧，好得意嘅，我哋嘅腎咧。有啲就你分4期嘅。第一樣咧，喺未人耳鳴之前咧，你覺得耳痕嘅，耳仔好痕喎，咁你覺得好痕好小事啊？其實中醫講唔係啊，即係其實係一個暗示嚟㗎啦，即係耳仔麻麻地啦，你快啲揾醫生或者揾個人咧幫你搞掂佢，咁好易做嘅，啲風嚟㗎嘛。但係咧，耳痕代表咩咧？開始個五臟六腑咧開始唔係協調啦。即係我哋講話生命咧係陰陽噶嘛，陰陽唔協調咗，可以開始有信息噶，咁好得意噶。其實身體好好噶，只不過你唔留意佢，你唔細心聆聽啊。即係你上堂聽老師講，你係聽啲唔聽啲嗰啲咧，或者唔聽添，咁點咧？佢猛 send 啲 email 俾你嘅，猛 send 啲息路俾你嘅。第一個就係耳痕，耳痕之後咧開始耳鳴啦。當你一段時間唔理佢，當然唔係。好唔話一定聽晚咁短，唔係咁耐啦，起碼上年以上咧，過1-2年啦。咦，開始耳鳴咯喎，啲前奏嚟嘅。你耳鳴搞佢咧就好啦，你唔搞佢喎，由佢啦，冇所謂啦。一路拖，耳鳴點呀？開始耳聾啦，耳聾咪聽唔到嘢喎，係啲人要大聲啲喎。嚇咩話？你想講咩啊？repeat 幾次咯，大聲啲，好似我咁大聲啦。你聽到啦，咁耳聾咯，就係，跟住耳聾都唔理佢咧，最後就失聰。失聰即係絕對聽唔到噶啦。西醫嚟講就係嗰個聆聽啊個系統已經玩咗啦，咁係點咧？用呢個助聽器咯。咁呢個就唔好事啦，即係唔想咁啦。所以我哋會留意啊，我哋如果耳仔出現痕嘅時候咧，雖然未必係嗰樣嘢，但係最好要注意下、留意下。如果過幾日聞啊，或者某啲原因，譬如有時啲風啊嘛嚇，即係可能係食啲熱氣嘢啦，或者啲某啲情況都會嘅。咁你如果咦冇長期都日行咗好耐喎，都冇咁，你留意下啦。所以呢啲身體嘅信息咧，我要學識，即係睇密碼一樣。學識之後咧，就 decode 咗佢咩原因。中醫係咁啫嘛。咁如果你收到信息都唔理嘅，即係而家講佢已讀不回啦。你 send email 俾我喺度，我唔收你，唔聽你，咁咧個病情咧就拖下，拖到越嚟越嚴重嘅時候咧，再翻轉頭聽都冇用啦，即係已經壞咗啦。咁所以咧即係嗰句啦，病向淺中醫，咁就變咗你就唔會有咁多煩惱咯。
即係人係咁噶啦，人係一個煩惱嘅動物嚟嘅。但係咧，你慢慢理解咗之後，慢慢拆解佢咯。其實生命就係咁咯。係，好啦，我哋暫時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會有最後一節嘅醫學新世代。古今中外千萬年，基於人類生存嘅意念，發展出一種人類獨有嘅學問——醫學新世代。翻到嚟醫學新世代嘅最後一節，我係 Erica。今日我哋一直都同盧衛光中醫師探討咗耳鳴嘅成因、唔同症型同埋治療方法，亦都了解到中醫係點樣透過針灸、按摩同埋食療去舒緩症狀。咁我哋雖然話耳鳴唔係啲咩大病，咁但係對好多病人嚟講，的而且確都會覺得好困擾，因為當耳鳴出現嘅時候，好多時會有唔同嘅表現，每個人感受到嘅聲音亦都唔一樣。有啲人會聽到大聲啲，有啲人就會覺得沉啲，甚至乎會持續得長啲。盧醫師啊，咁一般有耳鳴嘅人，多數都會係兩隻耳仔聽到聲，咁但係有部分病人只係得一邊耳仔會出現耳鳴。咁其實單側耳鳴同埋雙側耳鳴喺臨床上有冇分別嘅呢？中醫係會點樣去理解呢種情況㗎？一般嚟講應該係兩邊有嘅，但係咧如果單邊有咧，只係代表咗咧嗰個壞情況唔係咁差咯。即係你知啦，腎都有兩個啊嘛，咁即係話腎氣、腎陰虛、腎或者腎即係虧虛嘅時候，喺邊一個地方嚴重啲咯。所以好重要就係你究竟原因咯。你如果我係肝火嘅，通常都係兩邊嘅啦。痰火嘅梗係兩邊啦。或者脾虛喎，咁就可能一邊喎，因為影響嘅情況唔同啊嘛。頭先講過啦，耳鳴咧就分虛實嘅。咁一般理解就係虛症係點樣，實症點樣。頭先講過啦，咁你可以了解就係點咧？實症咧嘅耳鳴咧，多數係點咧？係急性嘅，嗱都好急嘅，忽然間有出現嘅，同埋鳴聲大，即係忽然間哇好大聲，呢係急性，或者叫做實症。一般係咧，頭先講啦，係肝火上升啦，痰火結啦，所以耳仔會兩邊都痛埋咯，唔係一邊咯。或者風熱入侵，咩意思咧？呢個就由於感冒引致嘅，所以有時感冒唔清楚都會引致㗎，會發生耳鳴、鼻塞、頭痛、發熱咁嘅。咁所以呢種三種咧都係實症，你等於係實啦。我哋分虛實啊嘛。但係虛症咧係邊種咧？一般上咗年紀都做虛症多啦。虛症就係咩？慢嘅，佢慢慢嚟嘅，你又唔覺得係喎，一日差個日咁樣，係好細聲嘅，通常係所謂禪聲啦。頭先嗰啲係大聲嘅，嗱細聲咧就可能咧係單邊先，慢慢先變成第兩邊。咁咧可能第一個就係腎陰虛啦。嗱腎陰虛點樣啊？你會覺得聲如禪一樣。盜汗啦，條脷紅啦，腳仔軟啦，等等啦。咁譬如腎陽點啊？腎陽都係有腎有耳鳴啦，但係咁喎，佢怕凍喎，夜尿多喎，呢種係腎陰虧損，即係虧虛啦。第二種咧，氣血不足啊，佢耳鳴係點啊？時有時重，一時間大聲，一陣細聲。頭先講咗啦，佢如果勞累咧，就辛苦多啲啦。面色蒼白、無力啦，呢個就係血氣不足所致。第三種咧就係脾胃虛弱，佢耳鳴得嚟咧係唔想食嘅，大便唔成形嘅，肚脹脹嘅。嗱，呢三種咧係屬於虛型，所以理解到你屬於虛啊定實咧。嗱，你雖然唔講到咧，西醫都中醫都會幫你安排，即係自分類嘅。但係你知道咗知彼知彼咯，你知道哦。邊度咧？我就根據咧你嘅耳鳴情況咧去處理啦。但係如果真係唔好彩，你嘅情況已經出到咗有啲氣質性嘅改變，譬如好似你嘅耳仔出現咗一啲收聽嘅出問題啦，咁呢個就中醫未必幫到你啦，即係屬於係個氣質性變壞咗啦。如果係隨住你嘅五臟六腑出問題咧，就啱好啦。嗱，盧醫師啊，咁我哋都明白到啦，即係其實耳鳴好多時都唔係話即係一朝一夕形成嘅，咁治療上即係亦都需要時間同埋耐性。咁一般嚟講，影響治療長短嘅因素會有啲乜嘢咧？
耳鳴咧係要治療一長嘅時間嘅，冇得做嘅。有啲人話食粒劑都唔好嘅，一劑梗係唔好啦，真係耳鳴冇人一劑就會好。係。咁你要啲時間，要耐心處理咯。如果尤其是虛症，頭先講咧，虛症係慢啲噶嘛。嗰3個虛症嘅話咧，係屬於慢性嘅耳鳴嚟噶嘛，要耐心調理啦。咁咧就方可以咧，慢慢變成好啦。如果急性咧，就反而快得好喎。不過咧，當然就即係用嘅藥唔同啦。嗱，所以中醫認為咧，耳鳴咧係中藥咧有絕對優勢。加埋食療、針灸啦，一齊處理，組合去做咯。咁西醫都有佢嘅好處嘅。咁睇下個病情喺邊度啦？係嗰啲係氣質性變壞啊，定係我哋所謂陰陽不調啦？處理啦。嗱，咁話咁快就嚟到節目嘅尾聲，今日好多謝盧偉光中醫師同我哋從中醫角度深入咁樣分析咗耳鳴嘅成因同埋治療方向，亦都令我哋明白到原來耳鳴唔單止係同耳仔有關，仲可能係同身體氣血、臟腑功能，以至到情緒狀況變化有密切嘅關係。咁我哋都知道中醫係講求標本兼治，咁即係話透過辨證論治，用適合病人嘅方法內外調理，唔單止可以舒緩症狀，更加重要嘅係從根本去調整體質，改善氣血循環。咁對於有耳鳴困擾嘅朋友，無論係想預防復發，定係想試多幾種唔同嘅治療方法，最緊要嘅係都係要及早求醫，了解自己嘅體質同埋狀況。咁我哋再一次多謝盧偉光中醫師今日嘅專業分享，希望大家都可以對耳鳴有更深入嘅了解，學識點樣透過日常保養去預防同埋改善。如果大家對今日嘅節目有任何嘅查詢，又或者問題，都歡迎電郵到 health@am1430.com。如果想收聽翻節目重溫嘅話，可以去到電台網站，又或者用手嘅 app 都可以即時重溫。下個禮拜西岸時間星期六朝頭早10點鐘，同埋東岸時間星期日下晝2點鐘，都會繼續有 Erica 何家燕為大家主持醫學新世代。拜拜。